呢個視覺會唔會好醜樣？誒，今日帶新同事去火炬踩盤，踩一個叫港行匯嘅盤。但係你哋睇一睇我哋房產經紀人一日嘅時間喺度做乜嘢？踩盤咧就幾乎係入行嗰陣時每日都要做嘅嘢啦。係喎，演員個英文名都未諗喎。Ada 阿 Yan，阿 Yan 比較女性化啲嗬，叫 Julia 啦，叫 Sophia， 叫 Harry 啦。放翻隻 Harry 嘅歌。黑粉，黑粉，你係邊個嘅黑粉啊？唔係巨，唔會係巨寶誌嘅黑粉係嘛？巨寶誌嘅黑粉啊！你好啊，我係巨寶誌嘅黑粉。嘅黑粉，港紅都係中山本土嘅國企發展商嚟。火炬嘅呢一帶咧就工廠多啲，要住嘅話肯定係往太陽城嗰度去好啲啦。每一次踩盤咧，你要分清楚就係個盤係屬於邊種類型嘅盤，從而決定咧你最需要去了解嘅資料係邊啲。你比如話好似呢種係公寓，咁啊公寓嘅話其實正常咧有兩種作用啦，一種可能人哋會買嚟自己住，咁但係大部分嘅話其實我哋嘅買家咧都係買嚟投資做收租出租嘅，所以公寓咧，你覺得應該要先了解邊樣嘢先？咁任何盤肯定離唔開價錢㗎啦，但係我哋單純去傾產品咧，產品上邊應該了解咩咧？估下，作一個出嚟都得啦。環境啦，咁。環境，嘢舒唔舒服啊？方唔方便啊？交通便唔便？所以我先同你話咧，就係公寓分兩種啊嘛。咁啊，我哋要睇下你喺邊種角度出發。如果係自己住，咁就可能係前者係嘛？咁你自己住肯定係考慮到總銀碼、生活成本嗰啲嘢同環境啊嘛。咁啊，如果係投資收租咧，最重要係有冇人租同埋可以租到幾多啊嘛，就咁簡單啫嘛。誒唔係喎，既然你哋都踩過啦，直接係示範單位咯，你當我係客。嗱，假如你而家帶緊我啦，係嘛？咁我哋而家帶緊我去睇示範單位啦。行呢邊啊，張生。好啊，好啊。咁5棟嘅樣板房，5棟呢邊全部都係平層，然後6棟係複式。哦。然後呢個5棟係有等等。 5棟有等等。 5棟係一共有12層，6棟係10層。我哋先嚟睇下啲5棟嘅樣板房。嗯。咁你買嚟係要打算做咩㗎？我買嚟擺。買擺可以㗎，買嚟擺，説明張生實力雄厚。冇啊，就係冇錢先買呢啲細件嘢啫嘛。人先中意買啲細件嘢喺度擺，冇錢人都要擺得起咧。冇錢人買翻嚟住都好吃力啦。講得啱喎。係嘛？你見我呢啲咁窮嘅，點會買間屋嚟擺啊？只會有錢先攞啲錢嚟擺嘅啫嘛。嚟啊，繼續開始。繼續嚟啦。電梯上呢邊啦，張生。我哋睇啲呢個30平方嘅，可以做到1房1廳，因為點解要笑咧？我睇到我正式講。哦，有答案係嘛？邊一邊都記唔住，翻去5個深蹲走唔甩㗎啦。繼續，我幫你計數。就算佢30平方都做到一個乾濕分離嘅衛生間啦。然後係好簡單一個酒店式公寓。嗯。人眼睇晒，不過嗰係可以做到明火嘅，因為呢度有廚房。嗯。可以做到明火。人眼望晒啦。嗯，睇完啦，走啦，翻香港。哎呀，呢邊係交標，睇睇。唔係，呢邊係佢仲未裝修，但係佢裝修成你中意嘅樣，就要半年後定維修樓。錯，唔係嗎？呢度係自住嘅交標，如果係自己住的話咧，係唔會加私家電嘅。咁呢邊咧，呢邊係有一間，呢邊仲有間樣板間咧，就未有係加私家電嘅。收租咧就固定1350一個月嘅。依家你見到呢啲都有㗎啦。咁頭先隔離嗰邊個樣板間咧係將個陽台封咗，咁正常嚟講咧係有個露台嘅，同埋有個獨立嘅廚房，可以做到明火。呢邊可以通燃氣管道做到明火嘅。咁加樓嘅時候呢度係配電磁爐啦。咁如果係要明火自己拉燃氣管道的話，廣華嗰邊咧係會有嗰個煤氣爐嘅。嗯。到時會幫你裝好嘅。
咁呢個位置咧預留咗洗衣機啦，同埋放熱水器嘅位置啦。如果你係包租呢個嘅自己，呢啲全部都唔使你理㗎啦，全部都配好晒㗎啦。其實佢呢個露台都算大。係啊，呢邊係東向嘅，呢邊係東向嘅。對面咧，對面頭先係如果係自住形式唔配家私家電嗰邊咧就係西向嘅。6樓咧就係自己住嘅。西向有冇平啲？西向有冇平啲？唔會。點解？佢係5樓以下呢啲同樣一個價錢。其實你西向你可以睇翻西向呢邊反而比東向仲要安靜。所以西向點解會平啲咧？咁又係。係啊，東向你靠路係嘈㗎嘛。嗰邊太嘈咯。係啊，西向反而呢邊會安靜啲。嗱，你落邊咧會有幾棟別墅都係呢個屋苑嘅。咁佢6樓咧就留翻嚟自住形式，但係自住形式咧就比較細。就如果你唔介意呢個 size 太細嘅話咧，就6樓自住反而會貴少少，貴幾萬蚊到啦。咁然之後7、8樓上邊嗰啲咧就係呢個樣板間嘅標準啦，佢就作為酒店去託管，咁咧就租金就會貴啲，就1600到1800，2年一遞增，1600、1700、1800咁樣遞增。嚟我簡單啲帶你梳理一次話，我哋如果你熟呢啲公寓盤，我哋應該點樣去熟？正常規嘅流程咧，當我哋嚟到售樓部，係一個銷售內場嘅同事，會由頭到尾同我哋講一次嗰個區域同沙盤啊嘛。咁我哋呢個時候，我哋正常去熟嘅嘢咧，會有2種，一個係住宅，一個係公寓。咁咧，無論係住宅定係公寓又好，其實佢都會有自住同埋出租嘅功能啊嘛。係啦，咁啊，中山呢個城市咧，其實大部分嘅住宅咧，佢嘅租值係唔高嘅。中山嘅住宅做出租，老實講，我認為係唔抵玩嘅。所以尤其係對於我哋嘅客戶嚟講咧，中山嘅住宅其實應該買嚟自己住，會更加合適啲。咁啊，如果係睇公寓嘅話，公寓咧就其實無論係自住又得，或者話係投資收租又得。如果係喺買房產呢件事上邊嚇，公寓嘅投資往往咧，特別係呢啲細面積嘅公寓，往往咧佢就係做短線嘅投資。知唔知何之為短線？短線就係相當於話，比如話我即時每個月收租，我即時就攞到錢，呢啲叫短線投資。係因為我每個月可能我租金遞增而增加我嘅收益，呢個叫短線。咁啊，因為公寓佢嘅流通性係冇咁好，冇咁容易轉手噶嘛，甚至乎時間長咗嘅話，佢嘅樓價都未必會升噶嘛，係嘛？所以佢就唔適合做長線咯。咁如果係住宅嘅做投資咧，可以做長線嘅投資，因為國內嘅住宅咧，佢係會有綁定到學位呢樣嘢嘅，所以國內嘅住宅佢你公寓係冇噶嘛，住宅佢係會因為你嘅嗰個學位嘅變化啦，周邊商場配套嘅完善啦，或者周邊類似地鐵啦呢啲大型嘅交通基建嘅完善啦，從而隨住時間呢個係啦地段升值，而呢層樓嘅升值，短線嘅投資。我哋要了解清楚嘅就係我嘅收益究竟可以有幾多？呢個收益我可以攞幾耐？收益我哋要了解清楚呢度究竟有幾多種收益嘅模式。正如我哋頭先所睇嘅咧，我哋又有嗰啲30平方可以5樓以下嘅，佢係唔需要交軟裝費，我哋就係1350一個月，係嘛？佢就唔需要加任何其他費用嘅，直接就簽合約就得啦。咁啊7樓同8樓嘅話係1600蚊一個月，咁啊呢個嘅話咧，佢就需要加29800嘅軟裝。咁啊其實事實上咧，又唔代表上面嗰個冇軟裝喎，都有軟裝，只不過差別喺邊度咧？下邊呢個稍微高啲，但係佢就呢個29800嘅係包括咗酒店嘅裝修風格，加上維護。何之為維護知唔知啊？維修咯，有咩爛咗？維護啊，有人管理啊，有前台管理啊，等等呢種咯，就往往就係相差喺呢度啫嘛。第二個係收益嘅時長，你可以簡單理解為時長。比如話我哋係呢個關係到一個點叫簽約，我哋要需要了解清楚嘅係同什麼機構簽約，一次簽幾耐？呢兩樣嘢有冇了解？有。2至5樓係最長簽3年。2至5樓最長簽3年。7樓同8樓係最長簽6年。最初頭你了解到呢樣嘢之後，你又要了解話，咁啊3年，相當於呢度3年一簽，3年一簽，咁3年之後係隨時我哋可以唔繼續簽，
係咪咁樣？係。係要了解。跟住3年之後，我想再續簽嗰陣時嘅時候，會唔會有新嘅政策變化？可能會有，係咪？所以呢啲就係唔確定因素嘅。大客戶嚟去買呢種產品，包括一直到我哋同託管方簽約之前，我哋所有呢啲嘢，我哋要非常非常清楚先得。我哋無論推咩貨啦，我哋一定係要知道嗰個發展商係 O 唔 OK 嘅。咁類似而家港航，只要佢係國企，中國嘅話基本上係國企啊，你就唔使驚佢到時候會出咩所謂嘅爛名啊，收唔到樓，基本上都係唔會嘅。最後尾都會有兜底嘅。咁啊，當然呢個項目唔同啊，呢個項目除咗係國企之外，佢已經係現樓啦。咁啊，呢樣嘢可能我哋係唔需要擔心，但唔代表我哋就唔去了解，係嘛？咁啊，市面上面嚟講，佢正常嘅投資產品咧，對4到5厘已經算係過得去 OK 㗎啦。去到7厘、8厘係算係好高嘅，去到9厘、10厘以上嘅咧，往往好多都係行政嚟嘅。越高嘅嘢，我哋一定要了解清楚點解你可以開到咁高，係嘛？呢個就係屬盤嘅，特別係屬公寓呢一 part 嘅嗰個全流程。喺樓盤呢邊睇完啦，而家咧就要去睇周邊嘅實際嘅產業人流同埋真實嘅配套。簡單用呢個睇下先嚇，你而家喺呢度啊嘛，係嘛？咁啊呢度其實旁邊呢度已經有一個工業園啦，工業園嘅旁邊呢啲都係各種各樣嘅公司，基本上好多間公司㗎啦，都好近，我哋就去呢一帶兜一圈，呢一帶。其實呢度一整條路1公里內都係啲公司工廠。咁往往呢一帶嘅話咧，其實我哋可以側面去了解下佢哋嘅人均收入。正常咧喺中山嘅工廠工咧都係5000到8000嘅，咁啊甚至乎更加高都有啦。偉福科技前邊有明陽嘅工業園，明陽好似同你哋講過嘅嗬，中山最大嘅風力發電廠。啊，明陽係靚仔啲嘅，明陽真係靚仔喎。勁啊！往前再走咧，有叫橡膠係嘛？橡膠公司，硅膠。跟住再前咧有個塗料有限公司，再往前仲有一個通宇科技園、比科斯深中科創產業園，好多啊！其實呢度周邊其實好多工廠工業園。所以佢嘅租賃市場一定唔會好差嘅。而家睇完工廠咧，就係睇嗰個商場。1+1嘅話，其實咩樣我哋都知㗎啦。優先去睇呢個另外一個商場，睇下咩樣先。應該係百貨嚟嘅。到最近嘅第一個商場，百匯廣場。影城啊，酒店啊，有個絲粉啊。喺從百匯廣場呢度一路一辣落去都好，嗰啲商鋪而家都全部好完善嘅。最近嘅一個商場，順便食啲嘢。其實商場入口應該係前面嗰度嘅，維也納酒店旁邊嗰度。其實呢個商場都算係沒落咗㗎啦，係嘛？其實呢個商場原本就唔大，原本都唔大。咁我哋去1+1睇下，因為呢度離嗰個火炬嗰個大學，職員就喺前面啫嘛。係咯，好近。1+1最旺㗎啦。睇下佢停多車就知啦，停到滿晒。咁兩個商場對比咧，就差別好大啦。中山1+1最旺嘅商場氛圍就喺呢度。行嗰邊東城上東里睇下佢。加埋旁邊咧，就如果係中明新搭成佢自己嘅一啲底商嘅話咧，有一個上東里啊嘛。上東里喺中山就唔止佢呢一個項目嘅，其他位置都有，都係做啲輕餐飲、新潮流少少嘅一啲時髦啲嘅餐飲類居多。不如食茶餐廳咯，好嘛？好嘛？佢呢度可以坐喺嗰度。正。你呢份就好似好細咁，兩份麵就好似好大。開飯。